大家好，歡迎一齊踏上呢場穿梭星空的奇幻之旅。今晚我哋嘅焦點係夜空中嗰粒最親近但又最神秘嘅天體月球。古往今來，月球用佢皎潔嘅光芒點燃咗人類無窮無盡嘅幻想。由中國嫦娥奔月嘅浪漫傳說，到古希臘月亮女神阿爾忒尼斯嘅守護神話，月球一直都係詩人、哲學家同科學家嘅靈感泉源。喺中國神話入面，嫦娥攬住玉兔飛上月宮，成為永恆嘅傳奇。喺巴比倫文明，月神新掌管時間同命運。喺科學嘅殿堂，月球卻係一粒充滿謎團嘅星體，挑戰我哋對宇宙嘅認知。隨住科技嘅進步，我哋對月球嘅探索唔單止無解開佢嘅秘密，反而揭開更多令人震驚嘅疑問。月球真係自然形成嘅衛星？佢嘅存在會唔會隱藏住某種令人毛骨悚然嘅真相？2019年，中國嫦娥4號探測器首次登陸月球背面，揾到咗晶瑩剔透嘅玻璃球。阿波羅任務捕捉到怪星同月震實驗，令人懷疑月球係唔係空心天體。仲有突然終止嘅阿波羅計劃，同人類重返月球嘅艱難之路。今晚我哋帶住好奇同敬畏，深入月球嘅秘密，探索嗰啲挑戰常識嘅假說，同埋人類同呢粒星體之間未解嘅羈絆。2019年1月3號，中國嘅嫦娥4號探測器喺月球背面嘅南極艾特肯盆地實現咗人類史上首次軟着陸。呢個壯舉唔單止標誌住中國航天技術嘅輝煌成就，仲將月球背面嘅神秘面紗掀開咗一角。南極艾特肯盆地係太陽系入面最大嘅撞擊盆地之一，直徑大約2500公里，深13公里，恰似月球表面一道巨型傷痕，記錄住46億年前嘅宇宙浩劫。呢片盆地地貌崎嶇，佈滿古老嘅隕石坑同斷裂帶，似一個月球嘅歷史檔案，儲存住佢誕生之初嘅秘密。2022年，中山大學趙志勇博士帶領嘅科研團隊喺科學通報上發表咗一篇震撼全球嘅論文，題為《月球上嘅半透明玻璃球》。論文講到，嫦娥4號喺呢片荒涼嘅月球背面揾到直徑高達4厘米嘅半透明玻璃球，呢啲球體晶瑩剔透，喺陽光照耀下折射出五彩繽紛嘅光芒，好似月球送俾人類嘅宇宙珍寶。消息傳出，網民紛紛笑話，嫦娥都中意玩波子。我細個唔見咗嘅波子原來飛咗上月球。呢啲輕鬆嘅玩笑背後，玻璃球嘅出現卻讓科學家百思不得其解。佢哋估計呢啲球體可能係隕石高速撞擊月球表面嘅玄武岩，瞬間融化，再喺極短時間內冷卻凝固形成。但係月球上常見嘅撞擊玻璃珠直徑通常細過1毫米，呢啲直徑達4厘米嘅玻璃球真係好罕見。尺寸上嘅巨大差異挑戰咗傳統地質理論。更加令人震驚嘅係，呢啲玻璃球嘅化學成分顯示，佢哋含有高濃度嘅二氧化矽，同地球上火山活動形成嘅火山玻璃極為相似。深入分析仲發現，呢啲玻璃球入面有微小嘅氣泡同晶體，顯示佢哋經歷過極高嘅溫同壓力。呢種條件喺月球低重力環境下好難形成。科學家估計，呢啲玻璃球可能來自月球早期嘅火山噴發或者特殊嘅撞擊事件，但具體機制仲未有定論。例如，有啲理論話，月球背面嘅特殊地質環境可能導致咗高能量嘅撞擊事件，形成呢啲異常大尺寸嘅玻璃球。呢啲發現有冇暗示月球同地球之間存在某種未解嘅物質聯繫？呢啲玻璃球係唔係月球地質活動嘅偶然產物，定係某種未知力量嘅遺留？呢啲發現唔單止讓科學家重新審視月球嘅地質歷史，仲為月球係唔係自然天體嘅爭論增添咗新嘅火花。月球背面嘅神秘唔只局限喺玻璃球。1969年，阿波羅10號喺執行環月飛行任務時，當飛船進入月球背面，同地球短暫失去聯繫嘅一刻，3位宇航員聽到咗一種怪怪嘅笑鳴聲。呢個聲音低沉又悠長，似係從宇宙深處傳來嘅低語，好似某種超自然嘅樂章。後來被 NASA 浪漫咁稱為宇宙音樂。呢段聲音持續咗大約1小時，錄音喺2008年公開，但至今未有確切嘅科學解釋。宇航員湯馬斯斯塔福德、約翰楊同尤金塞爾南當時好震驚咁討論呢個聲音係唔係來自飛船外面，甚至懷疑係唔係遇到咗某種未知現象。佢哋嘅對話充滿緊張同好奇。呢個聲音似乜？好似外面有啲嘢喺度。科學家估計，呢個聲音可能係月球磁場同太陽風中嘅帶電粒子交互產生嘅電磁波，類似地球極光偶爾聽到嘅聲音現象。但係月球幾乎無大氣層，聲音無可能通過空氣傳播。呢個聲音點樣傳入飛船入面仍然係個謎。
月球嘅磁場極弱，只有地球磁場嘅1/1000，難以產生強烈嘅電磁效應。呢點讓科學家對呢個解釋存疑。近來有研究人員提出，呢種聲音可能係太陽風中嘅等離子體波動同非旋金屬外殼嘅交互作用，通過震動傳入艙內。但呢個假說仲要更多數據去驗證。亦有人猜測，呢啲聲音會唔會係月球內部某種未知結構嘅共鳴，甚至係大膽假設嘅外星技術信號？呢啲現象令月球背面成為一個充滿未知嘅禁地，仿佛喺低語宇宙嘅秘密，引發無數遐想。月球同地球嘅關係遠遠唔止視覺上嘅聯繫，佢哋之間存在令人震驚嘅天文學巧合。太陽到地球嘅平均距離大約1.5億公里，而月球到地球嘅距離大約38萬公里，剛好係前者嘅1斜槓400。太陽嘅直徑大約139萬公里，月球嘅直徑大約3474公里，同樣係400倍嘅比例。呢兩個400嘅巧合令太陽同月球喺地球上嘅視直徑幾乎一樣，從而造就咗壯麗嘅日全食奇觀。當月球運行到太陽同地球之間，完美遮擋太陽，形成黑影籠罩大地嘅奇景，仿似宇宙為人類精心設計嘅一場天文盛宴。呢種幾何上嘅完美喺太陽系入面係獨一無二。相比之下，火星嘅衛星火衛一直徑只有22.5公里，僅佔火星直徑嘅0.33%。木星最大嘅衛星木衛三直徑5250公里，僅佔木星直徑嘅3.75%。但月球嘅直徑卻高達地球嘅27%。呢個比例令月球相對於地球顯得異常巨大。呢種尺寸上嘅異常讓人唔敢懷疑，呢係唔係真係大自然嘅偶然傑作，定係某種更高智慧嘅刻意安排？科學家估計，類似嘅天文比例喺太陽系入面出現嘅幾率低於1/1000，呢點讓月球嘅存在顯得更加神秘。月球嘅引力對地球嘅影響遠超視覺上嘅巧合。46億年前，地球自轉速度極快，一日只有幾個鐘，似一個瘋狂旋轉嘅陀螺。月球嘅潮汐力慢慢減慢咗地球嘅自轉，令一日嘅時間穩定喺23小時56分4秒。呢種剎車作用來自月球嘅質量同近距離引力。月球嘅質量大約係地球嘅1斜槓81，距離地球僅38萬公里，佢嘅引力足以對地球產生顯著影響。月球嘅潮汐力通過海洋嘅漲落作用於地球，形成潮汐現象。呢唔單止影響地球嘅自轉速度，仲塑造咗海岸線嘅地貌。例如，地球上好多海岸地貌，如海灣同三角洲，都係潮汐力長期作用嘅結果。同時，月球亦受地球影響，佢嘅自轉速度慢慢同公轉速度同步，形成潮汐鎖定，令月球永遠用同一面朝向地球。呢個現象讓我哋只能見到月球嘅正面，而佢嘅背面則成為一個永遠嘅謎團。科學家預測，未來幾十億年後，地球可能亦會被月球鎖定。嗰時一日嘅長度或會等於1個月，地球會失去晝夜交替，成為一個一面永遠對住月球嘅星球。但呢個過程要幾十億年，遠超人類嘅壽命。我哋只能喺想象中描繪呢一幕。呢種相互作用顯示咗月球同地球之間嘅深厚聯繫，仿似佢哋係宇宙中嘅一對舞伴，喺無垠嘅星空中彼此牽引，翩翩起舞。月球嘅潮汐力唔單止影響地球嘅自轉，仲喺生命進化中扮演咗關鍵角色。幾十億年前，地球嘅陸地仲係一片荒蕪，海洋卻喺月球引力嘅牽引下掀起波濤，形成潮汐現象。海岸線嘅漲落創造咗潮間帶，呢片海陸交界嘅區域成為生命嘅試驗場。海洋中嘅原始生物喺潮汐嘅洗禮下慢慢適應陸地環境，經過幾億年嘅進化，大約3.5億年前，兩棲動物踏出咗從海洋到陸地嘅第一步。佢哋嘅四肢慢慢發育，適應咗陸地嘅重力環境，隨後演化出爬行動物、鳥類同哺乳動物。大約300萬年前，擁有高智慧嘅智人誕生，開啟咗人類文明嘅旅程。化石記錄顯示，早期兩棲動物嘅骨骼結構同潮汐環境密切相關，佢哋嘅生存策略受潮汐周期嘅深刻影響。例如，某啲魚類嘅鰭喺潮汐作用下慢慢進化成四肢，呢個過程被稱為潮汐驅動進化。可以話，月球嘅潮汐力係生命嘅催化劑，無佢嘅存在，地球嘅生態系統可能完全唔同。我哋或者唔會企喺度仰望星空。月球仲係地球嘅穩定器。地球嘅自轉軸同公轉軌道面呈23.5度嘅傾角，呢個角度確保咗4季嘅更替，令地球嘅氣候多姿多彩。但地軸唔係固定不動，佢會因行星引力同其他因素輕微擺動。如果無月球嘅引力穩定，地軸嘅擺動幅度可能高達90度，導致赤道同兩極嘅氣候對調，地球嘅氣候會變得極端不穩定。
冰河期可能每隔幾千年喺唔同地區輪番上演。電腦模擬顯示，無月球嘅穩定作用，地球嘅氣候可能喺幾萬年內發生劇烈變化，呢會極大阻礙複雜生命嘅進化。月球嘅存在將地軸嘅擺動範圍控制喺22.1度至24.5度之間，為生命嘅繁衍提供咗穩定嘅環境。從呢個角度睇，月球好似宇宙為地球度身訂造嘅守護神，佢每一個特質都好似經過精確計算，完美契合地球嘅需要。呢一切嘅完美讓人唔敢懷疑，月球係唔係真係自然形成嘅衛星，定係某種更高智慧嘅設計？關於月球嘅起源，科學界提出咗多種假說，每一種都試圖解開呢個宇宙之謎。捕獲說話，月球原本係一粒獨立嘅天體，喺飛經地球附近時被佢強大嘅引力捕獲，成為地球嘅衛星。但月球嘅質量太大，相當於地球嘅1斜方81，地球好難喺唔被甩出嘅情況下完成咁大規模嘅捕獲。呢個假說好似一個細路想攬住一個巨型西瓜，力不從心，因此備受質疑。分裂說假設月球從早期未完全冷卻嘅地球分離出嚟，好似高速旋轉嘅木馬甩出物質。但科學家計算後發現，即使喺地球形成初期，佢嘅自轉速度都唔夠甩出咁大質量嘅物質。呢個假說同樣面臨挑戰。大碰撞說係目前最主流嘅假說，認為46億年前，一粒火星大小嘅天體剔伊亞以傾斜角度撞擊尚未完全成型嘅地球，劇烈嘅撞擊粉碎咗剔伊亞，並將地球一部分物質拋入太空。呢啲碎石喺地球周圍嘅軌道上慢慢聚集成月球。但2001年，科學家分析阿波羅任務帶返嘅月球岩石，發現月球同地球岩石嘅氧同位素組成高度相似。氧有3種同位素，氧16、氧17同氧18。唔同行星因演化歷史同太陽嘅距離唔同，氧同位素比值通常有明顯差異。月球同地球嘅氧同位素比值幾乎一致，意味佢哋有相似嘅物質組成。呢同大碰撞說預測嘅混合成分唔符。為了解決呢個矛盾，科學家提出撞擊拋出嘅物質大約係2個月球嘅質量，當中一部分被地球重新吸反，另一部分喺地球嘅洛希極限外凝結形成月球。呢先解釋咗成分嘅高度相似性。近來有新型模擬顯示，剔伊亞嘅撞擊可能引發咗地球地幔嘅劇烈混合，令拋出嘅物質幾乎完全來自地球。呢進一步支持咗大碰撞說。同源說則認為，地球同月球喺太陽系早期嘅星雲中同一區域內形成，好似一對孖生姊妹。呢個假說可以解釋成分相似性，但難以講解點解月球成為地球嘅衛星而唔係獨立行星。呢啲假說各有優缺點，但都無法完全解釋月球嘅異常特徵，例如佢異常嘅尺寸比例、低密度同完美契合地球需求嘅天文特性。喺呢啲科學假說之外，仲有一種喺民間好流行嘅傳奇理論——月球空心說。1970年，蘇聯科學家邁克爾瓦辛同亞歷山大希爾巴科夫提出，月球嘅平均密度只有3.34克立方厘米，遠低於地球嘅5.51克立方厘米。呢種低密度暗示月球內部可能係空心結構。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哈羅德尤里亦支持呢個觀點，佢嘅依據來自天文觀測同月球嘅異常密度。作為岩石天體，月球嘅密度比地球低咗40%，呢讓人唔敢聯想月球會唔會似一個巨大嘅金屬球，內部中空，只係表面覆蓋住一層月岩。呢個假說最初被視為科幻，直到阿波羅任務嘅月震實驗為佢提供咗令人震驚嘅證據。1969年11月14號，阿波羅12號成功登陸月球，宇航員喺月球表面裝咗被動地震儀，用來測量月球嘅地震活動。完成任務後，重達0.5噸嘅登月艙被故意撞返月球表面，引發咗人類首次人為月震。呢次撞擊產生嘅震動持續咗大約1小時，8分鐘達到高峰，遠超地球上地震嘅持續時間。即使係最強烈嘅地震，震動通常都唔會超過2分鐘。科學家形容月球好似被敲響嘅銅鈴，如音擾，震動喺月球表面傳播咗異常長嘅時間。後續嘅阿波羅14號、15號、16號同17號任務亦喺月球上放置咗地震儀，多年來記錄咗1.3萬次大大小小嘅月震。1971年阿波羅13號任務中，土星5號火箭嘅3級火箭重達15噸，撞擊月球時引發咗長達3小時嘅震動波，震動之持久令人瞠目結舌。呢種異常現象令一啲科學家猜測，月球內部會唔會係空心結構？因為實心天體嘅震動通常會喺短時間內迅速消散，而空心結構則會好似敲擊金屬球咁產生持續嘅共鳴。月球表面嘅隕石坑亦為空心說提供咗佐證。月球上嘅隕石坑普遍較淺，
例如直徑262公里嘅加加林隕石坑，深只有4.8公里；直徑2500公里嘅南極艾特肯盆地，深只有13公里。相比之下，太陽系其他岩石天體嘅隕石坑深度同直徑比例通常喺0.17至0.2之間。若按呢個比例，艾特肯盆地嘅深度應達到425公里。呢種異常淺嘅隕石坑會唔會暗示月球內部有某種堅硬結構，限制咗撞擊嘅深度？更加令人震驚嘅係，月球探測器傳返嘅數據顯示，月球表面含有異常高濃度嘅鈦金屬元素，呢同地球嘅成分有顯著差異。鈦係一種輕質、耐腐蝕嘅金屬，廣泛應用於航天工業。佢喺月球表面嘅高含量讓人唔敢聯想，月球會唔會係一個表面覆蓋月岩嘅巨大金屬空殼？一啲極端嘅假說甚至認為，月球內部可能隱藏住外星文明嘅基地，呢啲金屬元素係佢哋嘅遺留痕跡。但主流科學界對空心說持懷疑態度，佢哋認為月震嘅長時間持續係因為月球表面缺乏液態水，無法似地球咁通過水體吸收震動能量。地球嘅地震波喺傳播過程中會因地殼中嘅水分同鬆散土壤而迅速衰減，而月球嘅乾燥環境同堅硬嘅玄武岩表層令震動波可以長時間傳播。現代測繪技術已經繪製出月球嘅內部結構圖，顯示佢有同地球相似嘅圈層結構，由中心向外依次係月核、月幔同月殼。月球嘅月核直徑大約300至400公里，密度約7.8克立方厘米，遠低於地球核心嘅12.8克立方厘米。呢解釋咗月球嘅低密度。科學家認為，月球嘅低密度係佢地質結構嘅自然結果，而唔係空心結構嘅證據。雖然如此，空心說喺民間嘅吸引力不減，成為一個充滿想象力嘅傳說。1969年7月20號，阿波羅11號實現人類首次登月，宇航員尼爾阿姆斯特朗喺月球表面留低咗嗰句名言：呢係個人嘅一小步，卻係人類嘅一大步。呢個壯舉成為太空探索嘅里程碑，標誌住美國喺同蘇聯嘅太空競賽中取得壓倒性勝利。但1972年12月，阿波羅17號完成任務後，呢個計劃被美國總統尼克松突然終止。呢個決定震驚咗世界，亦引發咗無數猜測。最合理嘅解釋係，美國喺太空競賽中已經完勝蘇聯，蘇聯取消咗佢嘅登月計劃，美國失去咗繼續登月嘅動力。另外，阿波羅計劃嘅成本極高，由1961年至1972年共耗資250多億美元，相當於今日嘅1500多億美元。美國政府難以承受咁巨額嘅開支。當時，美國正面臨越戰嘅經濟壓力，國內社會問題如民權運動同經濟衰退，亦需要大量資金。繼續登月計劃嘅政治同經濟成本過高，但阿波羅計劃嘅終止亦催生咗好多陰謀論。有人話宇航員喺月球上遇到咗不明飛行物 UFO， 甚至同外星人達成協議，導致計劃終止。2007年，一位自稱 Retired AFB 嘅用戶喺 YouTube 上傳咗關於阿波羅20號嘅視頻，聲稱呢係一次秘密嘅美蘇聯合登月任務，揾到咗一艘長約3000米嘅巨型外星飛船穩骸，同埋一具身高165米嘅三眼女外星人遺體，綽號蒙娜麗莎。呢啲視頻顯示咗飛船內部嘅影像同宇航員探索嘅場景，畫面真實得令人震驚。但後來證實呢不過係法國攝影師迪艾呂斯佩斯嘅惡作劇，視頻中嘅外星人只係精心製作嘅道具。雖然如此，呢啲傳聞仍然喺網絡上廣泛流傳，激發咗人們對月球外星基地嘅想象。阿波羅計劃嘅真實性卻有冇可辯駁嘅證據。阿波羅15號喺月球表面留低咗尋星者1號月球車，佢嘅車輪軌跡至今可見。宇航員仲喺月球上裝咗雷射反射器，用來精確測量地月距離，至今仲喺使用。阿波羅6次登月任務帶返咗382公斤月球岩石樣本，全球科學家基於呢啲樣本發表咗超過2500篇論文。呢啲樣本嘅化學成分、微量元素同位素比值同地球岩石有細微差異，例如月球岩石嘅鐵同位素比值略高，呢證明咗佢哋來自月球而唔係地球。呢啲證據令登月造假嘅陰謀論不攻自破。2017年，美國宣布啟動阿爾忒尼斯計劃，目標喺2024年將宇航員送返月球，並喺2028年前建立永久月球基地，為登陸火星同更深層次嘅太空探索奠定基礎。但呢個計劃因預算不足、技術障礙同疫情等原因多次推遲。2022年11月16號，阿爾忒尼斯1號終於完成無人繞月飛行測試，但載人登月嘅目標被推遲到2025年。點解重返月球咁困難？首先，
阿波羅計劃嘅技術已經過時，運載阿波羅飛船嘅土星5號火箭嘅零件早已停產。佢嘅控制系統基於50多年前嘅電腦，記憶體只有16K位元組，主頻2兆赫，同現代智能手機嘅性能完全唔同級數。NASA 曾回應關於土星5號圖紙唔見咗嘅傳聞，澄清圖紙並無唔見，但復刻一枚過時嘅火箭毫無意義，因為零件供應鏈早已唔存在。其次， NASA 嘅預算大幅縮減，由1966年佔聯邦預算嘅4.41%降至而家嘅0.48%，資金短缺成為主要障礙。另外，當年參與阿波羅計劃嘅技術人員多數已退休或離世，工廠被關閉或轉為他用，技術傳承斷裂。呢啲因素令重返月球變得異常艱難。中國航天事業嘅快速崛起為美國帶來咗新嘅競爭壓力。2003年10月15號，神舟5號將宇航員楊利偉送入太空，中國成為第3個獨立實現載人航天嘅國家。2007年，嫦娥1號成功入軌，開啟咗中國嘅探月夢想。2013年，嫦娥3號實現月球軟着陸，玉兔號月球車喺月球表面行駛，傳返珍貴嘅數據。2019年，嫦娥4號登陸月球背面，成為人類史上首次實現呢一壯舉嘅探測器。月球背面因潮汐鎖定無法直接同地球通訊，呢對探測器嘅着陸同運行提出巨大挑戰。中國通過發射雀橋中繼衛星，繞地月系統嘅 L2 拉格朗日點運行，解決咗通訊難題。雀橋衛星嘅名字來自牛郎織女嘅神話，為呢一科技壯舉增添咗一抹浪漫色彩。2019年1月3號，嫦娥4號通過雀橋傳返左手，將月球背面嘅近距離影像震撼咗世界。2020年，嫦娥5號成功採集咗1.7公斤月球土壤樣本並返回地球，呢係自1976年蘇聯月球24號任務後人類首次從月球帶返樣本。呢啲樣本嘅分析顯示，月球嘅火山活動可能持續到20億年前，比之前估計晚咗10億年。呢一發現顛覆咗對月球地質壽命嘅認知。呢啲成就令美國感受到競爭壓力，推動咗阿爾忒尼斯計劃嘅加速。太空探索中仲出現咗一啲令人費解嘅現象。2003年，楊利偉喺神舟5號任務中聽到一陣咚咚咚嘅敲擊聲，似有人用木錘敲鐵桶。呢個聲音唔似從飛船內部傳來，亦唔同於宇宙空間嘅聲音，好似有人喺敲擊飛船外殼。楊利偉試圖通過舷窗揾聲源，但揾唔到方向。飛船儀器檢查無發現異常，官方解釋為飛船金屬因內外溫差導致嘅熱脹冷縮。但2008年神舟7號任務中，宇航員翟志剛、劉伯明同井海鵬亦聽到類似嘅敲擊聲，呢令官方解釋顯得牽強。呢種連續嘅敲擊聲同日常生活中金屬熱脹冷縮嘅單次聲響完全唔同，令人唔敢聯想，會唔會係某種未知現象嘅信號？更加巧合嘅係，阿波羅10號嘅宇宙音樂同中國宇航員嘅經歷驚人相似。呢啲怪聲至今未有定論，有人認為係電磁波干擾，有人猜測係外星文明嘅痕跡。科學家對此深入研究，發現太空入面嘅電磁波可能通過飛船嘅金屬外殼轉化為可聽聲音，但呢種轉化需要極強嘅電磁場，而月球嘅磁場遠遠唔夠產生咁嘅效果。近來有研究人員提出，呢啲聲音可能同太陽風中嘅等離子體波動有關，但具體機制仲要進一步探索。呢啲未解之謎為月球同宇宙嘅探索增添咗無盡魅力。月球嘅探索唔單止係科學嘅挑戰，亦係對人類想象力嘅考驗。我哋回顧月球探索嘅歷史，睇下佢點樣塑造我哋嘅未來。1959年，蘇聯嘅月球2號首次撞擊月球表面，開啟咗人類探月嘅序幕。1961年，美國總統甘乃迪宣布要喺10年內將人類送上月球，呢個雄心勃勃嘅目標催生咗阿波羅計劃。1962年，美國嘅遊騎兵7號傳返月球表面嘅首批高清影像，揭示咗月球荒涼嘅地貌。1966年，蘇聯嘅月球9號實現咗首次月球軟着陸，證明人類可以喺月球表面安全着陸。1969年，阿波羅11號嘅成功登月將人類嘅足跡印喺月球上，呢一刻被全球數十億人通過電視見證，成為人類歷史嘅轉折點。但月球探索嘅道路並唔平坦。阿波羅13號因氧氣罐爆炸被迫終止任務，宇航員喺極端條件下奇蹟搬返地球。呢件事後來被改編成電影《阿波羅13號》，展現咗人類嘅勇氣同智慧。1972年，阿波羅計劃嘅終止標誌住一個時代嘅結束，但人類對月球嘅渴望從未消退。進入21世紀，月球探索迎來新高潮。
2003年，歐洲嘅 SMART 一探測器進入月球軌道，繪製咗高精度嘅月球地形圖。2008年，印度嘅月球1號探測器揾到月球表面嘅水分子痕跡，呢一發現顛覆咗月球完全乾燥嘅傳統認知。2013年，中國嘅嫦娥3號攜帶玉兔號月球車成功着陸，成為繼蘇聯同美國之後第3個實現月球軟着陸嘅國家。2020年，嫦娥5號嘅回歸任務標誌住人類探月嘅新里程碑。月球土壤樣本嘅分析為月球嘅火山活動同地質歷史提供咗新線索。月球嘅未來充滿無限可能。阿爾忒尼斯計劃旨在建立月球基地，呢將成為人類深空探索嘅跳板。科學家計劃喺月球南極開採水冰，將其轉化為飲用水、氧氣同火箭燃料，實現月球資源嘅就地利用。月球基地仲會作為火星任務嘅中轉站，宇航員可以喺月球上進行長期太空生活嘅訓練。中國嘅探月工程亦喺加速推進，計劃喺2030年前實現載人登月，並同國際合作夥伴一齊建設國際月球科研站。呢啲計劃將人類嘅視野推向更遠嘅星空，火星、木星嘅衛星，甚至太陽系外嘅星球都可能成為未來嘅目標。月球嘅探索唔單止影響科學，仲深深影響人類嘅文化同想象力。喺文學入面，月球係浪漫同神秘嘅象徵。由莎士比亞嘅《仲夏夜之夢》到凡爾納嘅《從地球到月球》，月球一直係人類夢想嘅寄託。喺電影入面，2001太空漫遊中嘅神秘黑石激發咗對外星文明嘅無限遐想。喺音樂入面，披頭士嘅月球上嘅漫步將月球同人類嘅情感聯繫起來。月球仲啟發咗無數科學家同工程師，推動咗航天技術嘅發展，例如火箭推進、導航系統同材料科學嘅進步。例如月球任務中開發嘅輕質合金同精密導航技術，後來被應用喺民用航空同醫療設備，改變咗人類嘅生活方式。月球嘅謎團依然存在。空心說雖然缺乏科學依據，但佢背後嘅想象力啟發咗無數科幻作品。科學家正研究月球嘅地下結構，試圖揾到更多關於其內部嘅證據。月球嘅磁場之謎亦未解開。月球岩石顯示佢喺數十億年前擁有強大嘅磁場，但而家幾乎消失，呢會唔會同其內部結構嘅變化有關？月球嘅火山活動有冇完全停止？嫦娥5號嘅樣本顯示，月球嘅火山活動可能持續到20億年前，比之前估計晚咗10億年。呢啲發現讓我哋重新思考月球嘅地質壽命。月球嘅背面仍然係一個未知嘅領域，嫦娥4號嘅探索只係冰山一角。月球背面嘅地形更加崎嶇，隕石坑分布密集，可能隱藏住更多未解之謎。未來嘅探測任務將深入研究月球背面嘅地質特徵，揾更多玻璃球或其他異常物質嘅線索。月球嘅極地地區亦備受關注，嗰度嘅永久陰影區可能儲存大量水冰，呢對月球基地嘅建設至關重要。科學家仲計劃利用月球嘅低重力環境進行天文觀測，建造超大型望遠鏡，觀測宇宙嘅深處，揾外星生命嘅痕跡。例如，月球上嘅射電望遠鏡可以避開地球大氣嘅干擾，探測來自遙遠星系嘅微弱信號，呢可能成為揾外星文明嘅關鍵。月球嘅探索唔單止係科學嘅挑戰，亦係人類文明嘅試金石。佢考驗我哋嘅技術、智慧同勇氣，亦激發我哋對宇宙嘅無限好奇。月球係唔係人造天體？呢個問題或者永遠無確切答案，但佢激勵我哋不斷探索，揾真相。隨住阿爾忒尼斯計劃同中國探月工程嘅推進，人類將繼續書寫同月球嘅故事。未來嘅某一日，我哋或者可以喺月球表面建立永久定居點，仰望地球嘅藍色光芒，感嘆宇宙嘅浩瀚同人類嘅渺小。讓我哋拭目以待，繼續呢場宇宙嘅奇幻之旅。覺得依期內容有幫助嘅話，請幫我點個讚，記住唔好忘記訂閱頻道，咁樣就唔會錯過後續嘅更新。我哋下次見。